沒有人是完美的，我們又何嘗不是一身缺點呢？網絡文章非常之認同嘅一段說話，做人不要總盯着別人的不足，要多看看人家的優點；不要總記恨別人的不好，要多想想人家的好處。很多時候並不是別人不好，而是你看不到人家的好。有時我哋活得好攰，唔係因為生活本身有幾咁苦，而係我哋嘅目光總係習慣性咁停留喺嗰啲唔夠好嘅地方。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呢？我哋心裏邊嗰個記仇嘅小冊子，總係比記好嘅小冊子厚得多嘅。朋友偶然嘅一次疏忽，就蓋過咗佢往日所有嘅好。同事講說話直接咗一啲，我哋就忽略咗佢哋好多次嘅出手相助。家人習慣性嘅叮嚀喺我哋聽起上嚟，只係剩低囉嗦，忘記咗背後藏住幾多牽掛。靜落嚟諗一諗啊，好多時唔係人哋唔好，而係我哋嘅目光習慣性地停留咗喺陰影嘅地方。每個人都係一本厚厚嘅書，你唔能夠因為某一頁寫得唔夠精彩，就否定咗成本書嘅價值。嗰個脾氣急嘅同事，可能佢做事最負責；嗰個喜歡囉嗦嘅家人，總係喺你最需要嘅時候第一個出現。將心比心，如果別人只係盯住我哋嘅缺點去睇，永遠記住我哋嘅唔好嘅，咁你話我哋幾難過呢？冇人係完美嘅，我哋自己又何嘗唔係一身缺點呢？當我哋嚴苛地審視他人嘅時候，不妨回頭睇下自己，多啲睇下人哋嘅優點，係選擇讓自己活喺一個更加溫暖、更加寬敞嘅世界裏邊。總係盯住人哋嘅刺，自己嘅心亦都會被吉得好痛。總係記住人哋嘅唔好，自己嘅天空亦都會布滿咗烏雲。嗰一顆裝滿咗挑剔同埋怨恨嘅心，又點可以裝得下輕鬆同埋快樂呢？我哋點樣看待別人，其實折射出嚟嘅係我哋嘅內心。心裏邊有光嘅人，喺邊一個都帶住光。將目光放喺美好上，生活就自然會變得明亮。非常之清醒嘅一段說話，佢係咁講嘅：不要瞎操心別人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管得越多，越招人煩。整天給這個幫忙，替那一個操心，看似是熱心腸，其實是在瞎耽誤功夫。不如把心收回來，專注自己的生活，把自己安頓好了，才有餘力去溫暖別人。人生不容易，我們普通人能把自己的生活收拾好，就已經很不容易了。朋友遇到難題，你比佢仲着急，捱夜幫佢查資料想辦法。同事工作有困難，你放低自己嘅事去幫佢。最後對方嘅麻煩解決咗啦，但係你自己嘅計劃就亂晒龍。我哋總以為呢啲係熱心，係善良，直到一次一次感覺疲倦，甚至偶然仲有埋怨，先至慢慢明白，過度介入人哋嘅事唔係幫忙，係透支自己。管得越多，心裏邊嗰條弦線掹得越緊。久而久之，有一日你會發現，嗰個需要你處處指點嘅人，其實早就已經靜靜疏遠咗你。嗰啲你放唔低嘅大事小事，離開咗你，照樣運轉如常。當你不停地為呢個朋友操心，為嗰個親戚奔波嘅時候，不妨問下自己：我自己嘅日子有冇同樣用心經營呢？一個自己都活到一地雞毛嘅人，俾出嚟嘅幫助就好似係遇溺者互相地拉扯，而一個將自己安頓妥當嘅人，哪怕只係安靜咁企喺嗰度，本身就係一種溫暖嘅力量。人生呢一場修行，我哋普通人嘅功課其實係4個字：各盡其分。生活真係唔容易，
能夠將一日三餐安排妥當，將工作理清頭緒，將情緒調理平和，將一個小家經營得溫馨，就係咁樣，已經需要我哋用盡全部嘅智慧同埋力氣㗎喇。別人嘅選擇尊重，別人嘅因果不擾，別人嘅課題歸還。願我哋都能夠活得清醒溫暖，既做好自己生活嘅主角，亦都成為別人世界裏恰到好處嘅光同埋暖。曾經睇到過一段說話，特別喜歡嘅。佢話，發現到如今，所有真心對我好的人，沒有一個是我花力氣去結交來的，都是一遇到就互相吸引，輕鬆玩耍。我這才知道，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段感情是勉強得來的。想通過犧牲自己的真實感受來捕獲任何的一份愛，都是注定要落空的。真心喜歡我的人，不需要我勉強自己去做任何事，他們只是簡簡單單地希望我自由和快樂。所以人不需要用力走近任何人，只需要用力走向自己。因為所有的事太用力了，都會因為過度的期待而導致失望。無論是誰，只要頻率相似，都不需要你太用力刻意地走近。感情裏靠的是吸引，並不是追逐。任何感情都是活在緣分中，而不是在關係裏。凡是需要你特別努力走近的，大概都會給你帶來極大的損耗，包括能量、注意力上的損失，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善緣。真正對的人、好的圈子、平衡的健康能量關係都是非常輕鬆的，也都是不需要太用力的，沒有太多阻礙。高手偏愛冷靜沉默不語，本身也是在保護自己的能量場。畢竟和磁場不對的人接觸會被嚴重消耗，短則片刻，嚴重則可能要幾天。原因很簡單，凡夫俗子貪真痴慢疑，五毒皆存，不識本心，不明真道，自我狹隘且偏執，不知道真心或慈悲為何物。能夠明心見性的至聖的人，其實比黃金還稀缺。所以還是建議時刻提醒自己要戰勝自己的情緒，至少時刻要察覺自己的情緒，保持理性，學會閉嘴，不亂發言，不亂指教。3年學說話，一生學閉嘴。胡亂發洩情緒的人，只是無時無刻在證明自己的層次太過低，最後可能被趕出局。換句話說，你可能確實比我富有，比我人脈寬廣，比我會講說話，但我不入你的局。我對你既沒有指望，也沒有期待，你跟我炫耀什麼，展現什麼都沒有用。因為當我開始走向自己，所到之處皆是曠野。